有錢難買嘅單邊位，呢一間咧係全新嘅1/4影拍別墅，入嚟就可以睇到佢嘅單邊位比旁邊嘅正常花園咧要大10個平方嘅，而且嚟講咧單邊位係比較舒服嘅，佢隔籬係冇鄰居。入嚟個客廳就係5米闊嘅大客廳啦，有冇睇到啊？全新裝修嘅，入嚟就係比較舒服嘅餐客廳唯一一體。餐廳呢個空間已經係安排上啦，而且嚟講側邊花園嘅呢一個廚房咧，亦都係整好晒啦。單邊位嘅廚房光線就係比較靚嘅。呢個洗手間咧有2個嘅，呢邊咧係公共洗手間，仲有一個咧就係入門嘅呢邊側邊花園呢個長者房呢度啊。呢度咧係一個套間嚟嘅，係咪好少見？一樓有2個洗手間，2樓咧就2間房同埋1個洗手間嘅，同樣嘅現格局。咁啊，業主咧就全部已經係換晒地氈，重新裝修嘅。2樓2間房都鋪咗床，裝咗衣櫃，同埋咧裝咗空調，直接可以拎包入住。3樓咧係個主人房個套間嚟嘅，呢邊咧安排咗一個大衣櫃嘅空間喺度，洗手間咧全部都已經係裝好咗啦，可以睇到呢邊嘅背景牆都已經做咗啦。再嚟睇翻3樓直接出嚟嘅呢一個陽台，係咪比較開揚啊？單邊位就係舒服嘅，有錢難買單邊位啊！呢一間影拍灣畔全新嘅1/4別墅，仲要係單邊位嘅。呢間別墅嘅話，業主依家嗌價198萬嘅。當然睇啱嘅情況下係可以傾價錢嘅。西北朝向198萬，首期嘅話60萬就可以搞掂啦。更多詳細嘅信息或者你想了解呢間別墅更多資訊嘅話，咁你就嚟聯繫大方了解情況。